陶公公，你最近吃狗肉了吗？狗肉，我是从来不吃的。那，你怎么会被犬妖袭击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吓死我了！有什么发现吗？参见太后。参见太后。我听说昨天宫中又死了人，陶公公还受到了袭击。小道一时疏忽，中了犬妖的计。中计？这就完了？所以还请太后多给我们一些时日，我们一定抓住犬妖。唉，这宫里啊，现在是沸沸扬扬。你们再不抓紧，皇后他们又该到我这嚼舌头了。就算我再想偏袒你们，也抵不过宫中众口铄金。这点，我想你们都应该明白吧？明白。是。小道一定竭尽全力，尽快破案。行了，你们去查案子吧。我怎么知道？吓死我了！陶公公，你最近吃狗肉了吗？狗肉，我是从来不吃的。陶公公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原来他根本就不是太监。陶公公。天目道长，来，坐坐坐。陶公公在缝衣服啊？是啊，天气凉了，我给小蘑菇赶制一件衣服，怕它着凉了。陶公公对小蘑菇真是好啊！以前啊，我师傅也给我缝过衣服，就让我在一旁看着。嘿嘿，看来你师傅对你也不错呀。才不是呢！等我学会缝衣服以后，他的衣服都是我缝的。道
道长，是为何事而来呀？我今天在给小蘑菇清理伤口。啊，小蘑菇受伤了。这混小子，上次我去还见他和云儿打闹，像是没事儿似的，怎么就受伤了呢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啊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道长，小蘑菇的事儿，你应该早跟我说才是啊。我真的发现你们两个人很有意思。他不让我告诉你他受伤了，你不让我告诉他说你受过袭击。你们两个人还真是亲如父子啊！这小子，陶公公，你可是看着小蘑菇长大的。是，小蘑菇是我一手拉扯大的。那你一定不会不知道，小蘑菇没有净过身吧？陶公公，求道长饶小蘑菇一命，饶他一命吧。陶公公，你快起来！道长若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我怎么可能会害小蘑菇呢？我要想害他的话，来找你干什么？来，快起来！小蘑菇是个被父母遗弃。请陶公公知无不言。请讲。陶公公，你可知道另外半张仕女图的下落？